要来召开会员和会，原要来改选部分的长老甲执事。恳求主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来选出合主你心意的兄弟姊妹，诚侪你重用的工具。互阮这被选的，拢会当甘心乐意来就任，无提时来回应主你的呼召。稳定的主，阮只是要用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活命的美娘。恳求主会当将你圣神差遣伫阮的中间，特别甲阮所敬听苦无事萨甲弟弟，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你的祝福。阮要将今早起的敬拜交托伫主你的手，恳求主你对头到尾来带领阮。当阮即时，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迎接互阮，赦免阮的误有，亲像阮来赦免误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来读使徒信经，做咱信仰的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，经受死埋葬为母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。上天，感谢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咱来交托启文，诗篇26篇。我来启，请咱大家来用。耶和华，求你监察我，试验我，因为你的慈爱常常伫我的目睭前。我袂捌甲凶悍的人相隔者，我怨恨歹人的话。耶和华，我要洗手表明我的无罪，通互人听见感谢的声。耶和华，我疼惜你所住的厝，唔通将我的灵魂甲罪人的做一个收拾去。因的手中有奸恶，因的正手满满破路。我的脚徛伫边塔的所在。带着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头一位的圣经是伫马可福音第10章第13节到16节，台语汉字版的圣经是伫新约52面，和修本的圣经是伫新约部分第69面。马可福音第10章13节，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，要互伊蒙恩，学生责备因。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：用阮细囝就近我，无得禁因，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凡若承接上帝的国，无亲像细囝的，决定袂得入去，就抱因，甲因还手，祝福因。
另外一位圣经是伫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16节。台语汉字版的圣经是伫新约部分253面，和修本的圣经是伫新约部分348面。希伯来书第4章14节，所以咱已经有大的这石头，上帝的囝耶稣，经过遐个天，就着接受所承认的。因为咱所有的这石头，毋是为为体贴咱拢总的软弱，就是凡事平平有受气，那是无罪。所以，咱着好打就近恩典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，最及时的帮赞。愿上帝的话，成做咱每一个人的帮赞。煞只赞美，咱要请圣乐队。今仔日要念的诗歌是《那福塞那甘地》。
是咱服侍主哪久哪甘甜，咱服侍主祝福哪加添，咱服侍主，咱哪爱伊，咱会福杯满溢，伫地亲像伫天。感谢圣歌队将水的诗歌献予咱天顶的上帝。带着讲道，咱要请本堂科牧师。今仔日的题目是到我遮来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经过半年，会当大家搁三甲斗阵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欢喜甲恩典。尤其是对今年5月16礼拜日开始，咱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，要三甲斗阵是一个大的挑战。但是上帝有伊家己的时刻。原本在我们表定2021年，就是10月3号，我们士林长老教会有这样一个联合的聚会。上帝为我们预备，从人的角度看，还不是完全解封；对人的角度看，不是完全拢会当自由。但是在这种面对挑战的时刻，我们反而可以更深刻体会到，当我们向上帝求平安的时候，他给我们艰难当水，给我们困苦当饼。当我们能够领受这个艰难，领受这个困苦的时候，你会发觉生命就成长了，进入一个更高平安的境界。所以上帝不是照着我们的角度来给我们，乃是照着他的意念，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一起有2个重要在主面前的敬拜。第一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与主同桌，就像刚刚所读的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第1段，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年轻朋友，因此我们一起来把马可福音10章这一段再来读一次。预备来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他摸他们，门徒就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很生气，对门徒说：让小孩到我这里来，不要阻止他们，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接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绝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，给他们按手祝福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段经文，嘛是咱真实的，嘛是全世界长老教会有小儿衰弱的一个原因。在个小儿也唔知影代志的时阵，爸爸妈妈抱着他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境非常重要。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就近我，咱看不到耶稣啊。耶稣2000年前已经复活升天了，那我们怎么样亲近主呢？就在圣餐的时候，就在领圣餐的领受圣餐的时阵，咱要去经验到主耶稣讲，就近我，到我这里来。每一摆领圣餐的时阵，你敢有到主的面前，有到主面前吗？来经历他抱着你我，为我们按手，为我们祝福。的圣餐，今仔日我们要一起领受这个圣餐，而且领受这个圣餐呢，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课，就是会员和会。我们可以说，全世界几亿的基督徒，好几亿的基督徒，都是同一个教会，拢是上帝教会的一员，拢是上帝国的囝儿。但是，我们特别看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来到这个世界，降生在伯利恒，长大在拿撒勒，传福音在犹大地，在撒玛利亚，在加利利，这个都是很受限制的地方哦。耶稣一生走过的地方的那个距离，没有你我的大。我们都离开过台湾，都出国过，台湾已经比以色列大了。台湾已经比以色列较大，耶稣一世人行的所在，无比你我较宽。
一个全能的上帝受限于在这地面上的空间吗？不是，那个叫做认同，那个叫做定根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给每一个生命，他让我们得着救恩。互咱每一个人领受洗礼，真做上帝囝儿的时阵，伊互咱一个所在，你也去认同、定根、服侍，亲像耶稣基督同款。因此呢，我们在士林长老教会不是受限，不是，反而是学习耶稣基督，愿意定根在一个地方，参与在一个地方，认同那个地方。迄就敢若亲像大家嘛会当讲足自由，但是你安怎自由？阮当时有一个你徛起的所在，对不？你用个世界拍拍照，但是你有一个你要回家、要定根、要居住的地方。信仰生命一样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在基督里得着自由。全世界你去的地方、去的教会，你都可以成为那个教会一起敬拜的一员。但是，当要成为会员、成为 member、成为一个认同那个地方、认同那个教会的时候，他的角色就不同喽。他会成为那个认同的地方的一个主人。什么叫主人？就付代价、负责任、委身在那个地方，而不是成为客人。不是人客来这边看一看，不错哦，你们教育馆盖得不错哈，那不错是士林长老教会的，我离开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客人，或者是我是一个过路的人。来打卡，打卡过了以后，就离开。你们很好，我可以为你们去宣传士林长老教会教育馆盖得很好，教育事工很好，可以去为你们宣传。但是那是一个过路的人，你行给士林教会就盖无关系啊。这也是长老教会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有所谓的会员，因为认同的关系。领受洗礼是全世界好几亿的基督徒都一样，领受了洗礼，我们得救，因着耶稣基督。但是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，成为他的门徒，跟着他的脚踪。啊，你知道就基督徒嘛？跟着耶稣走，就是叫耶稣的门徒啊。那你看，连耶稣全能的主上帝、全能的上帝，一世人行的空间无比你较宽啦，不是伊无能力。不是伊无才调，迄叫做认同，迄叫做献心，迄叫做点伫伊徛起的所在，然后对迄个所在来开花结籽，让他的门徒能够到地极，直到地极，让上帝的国的福音传开来。所以，我们认同士林长老教会，不表示我们一直会在这个地方。你因着认同在这个地方，你所带来的影响力。你带来的影响力会直到地极。当你做一个招待，你看我们每一次来做礼拜，招待姐妹弟兄在门口，因为旁里头呢，咱在家的车领去，可是他们的服事会影响到来敬拜上帝的人，他们的影响会把我们的敬拜带到各地去。每一个服事者。你所影响的是让每一个见证耶稣基督的人，把这样的一个见证带到地极去。这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第二个会员和会。所以我们的切入点是从马可福音，耶稣为我们预备了圣餐。你今天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，还可以经验主耶稣给你抱掉，在属灵的意义上，他抱着你抱，然后他。跟你连结，按手，然后他为我们祝福。今天的第二段经文，我们特别一起来念，预备来。既然我们有一位伟大进入高天的大祭司，就是耶稣，上帝的儿子，我们应当持定所宣认的道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有在各方面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悯、蒙恩惠、做及时的帮助。到施恩宝座前，前几个礼拜有一位弟兄告诉我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觉得我没有希望了哈，因为我实在是做太多错事情。”然后他自己表达，他觉得他的生命有很多灰色的概念，你感觉他没救啊，
所以如果时间到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。伊感觉讲啊，家己死死的好。这句话一出来，我讲，朋友啊，你不是面对自己的生命你这句话出来是在挑战上帝的主权哦，挑战上帝的怜悯哦，挑战上帝的慈爱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那个慈爱的父亲怎么面对那个浪子啊，那个龙主把伊的财产一半拢开掉啊，把这个天父上帝这主爱上帝给伊的性命，那个财产唔那跟他钱财哦，包括性命、日子，那段时间拢拖济去啊，对不？浪费掉啊！你讲你家己无救，你是咧挑战上帝观念咧。上帝所期待是人人都悔改，没有一个人沉沦，信不信？所以我甲你讲，你放心，你阮当爱佫倒转来天父上帝面前。世间人无法度定着，还是讲来审判你的罪，你爱做的敢若一项来尔。倒转来上帝面前，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。可是你说我这么多的软弱，犯了那么多错，我甲你讲，兄弟啊，我所犯的罪无比你较少。在上帝面前，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怎么去比较你犯的错多，我犯的错少呢？人没有这种资格啊！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，一样啊。但是，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会保守我们。这就是咱今天所要讲的，就滚我到我这里来，就滚我到我这里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首先我们要看的是在圣餐的中间到主面前来，在圣餐的中间，每一次的圣餐，主耶稣拿饼拨开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饼代表耶稣的身体，拨开牺牲了。我们领了以后，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，也为别人来分享、来牺牲、来付出、来服务。每一次的杯领的葡萄汁、葡萄酱，这是一个新的约，跟主耶稣基督每一次领受的时候，在圣餐的中间领受圣餐来纪念他。所以咱拄啊，在讲到这个圣餐，不是咱才开始。初代教会一开始就有这一段，《使徒行传》1章42节这么说：预备来，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，彼此的团契、擘饼和祈祷。才讲到4项代志。第一项，领受使徒的教导，读圣经、领受教示；第二项，互相代祷，彼此的团契，团契就 fellowship， 一起分享；第三个 classes， 这个是希腊文咧讲的拍开，就是该拍破、甲拍开、拨开这个意思。擘饼，过一摆纪念耶稣基督为着你我牺牲。擘饼领圣餐，纪念耶稣为我们的牺牲，然后一起祷告。这是初代一开始的教会的聚会模式。所以咱每一摆讲咱敬拜的时阵，有吟诗阿罗，有上帝话，有祈祷，就是在做礼拜。所以在圣餐的中间，在擘饼的中间，来到主面前来求问主，回应耶稣讲：来求问我，到我这里来。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报就是亲近主，经历了主耶稣亲近我们；按手是主耶稣的生命跟我们的连结，复活的生命，过爱性命，跟你念到底哦，你也去经验这个，然后伊给你祝福。伫圣餐的中间来求问主，伫听候的中间来求问主。圣餐结束了，有一些事情你好像在等候。使徒行传1章第4节、第5节这么说：来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但要等候父的应许。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洗。有当时啊，在这个世间，咱在听候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一些事情我们要预备，在听候。听候不是这样，营无代志。听候的时阵，就是要回应主耶稣讲：就近我。你今仔日在听候一个日子，无论是要对士大人生日要到啊，为着伊做生日，还是讲有特别的囡仔要毕业典礼啊，你要听候迄个时间，听候的时阵，你稳当有准备，你毋是干那坐遐等讲时间到我去，
想讲穿什么衫，交通工具爱前一天去遐无，爱过暝无，听候有足侪代志爱做。主要所讲来就问我，听候的时阵，就是咧回应伊。咱听候的时阵从啥？拄啊，咱读的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甲咱讲，遐尼侪人三甲斗阵祈祷、读圣经，过来碰到就是行政的代志。同款有一寡料理的行政你爱做啊，对无？亲像拄啊咧讲，你要去参加囡仔的毕业典礼，你爱想讲安怎去，前一暗带倒准备什么款代志，这拢是外在行政，毋是你甲囡仔亲密关系的物件。但是这的事爱先办理，教会依然共款。所以咱回应主耶稣讲，就跟我，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有一些行政的事情，有一些组织，有一些讨论，有一些计划。会员合会就是中间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会员合会，咱要选举长老、执事，但是人的团体都有一寡条件。咱属灵基督长老教会感谢主，互咱这几年经历到伫教育馆起做的过程，建堂建灵。教育馆建造的过程，我们一起经历建堂，把人也建造起来。这个过程有挑战哦，有时候会碰到一些 knockdown，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所写的，遭遇各种患难，但是没有被击倒，没有 knock out， 没有 out， 有down，有down，有时候真的是心情不好，碰到挫折，觉得好像看不到方向，但是没有出局啊，没有出局，也就是说比赛还没结束，精彩的还在后面。我们在这种过程中间深刻经历到这个，因为我们是到主面前来，咱是就近主到主的面前遐，耶稣邀请咱，伫服侍中间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教会中级，咱念咪会员合会，那会籍伫咱属灵教会的，我们会一起开会员合会。我们要选长老执事，这一段话提醒我们。在长老执事献心底下属刚，在这个服侍的群组、不同的事工部团契里面，他们受托上帝交托，也是弟兄姐妹推选他们来办理教会的组织、做属刚计划，甚至推动执行这些代志。无论是教育、敬拜、关怀、社会服务这等等，每一个中级、每一个会长、小组长，因拢是一个领袖的角色。但是伫教会的领袖，毋是要指挥人，毋是亲像公司协会迄款经理 manager 的角色。我若做一个经理，我都管，这个人做无好势，我会当甲 fire 掉。但是教会无这款的管。长老、执事，包括牧师、小组长，虽然是 leader， 但是咱用的毋是迄个权力，毋是世间的权力，是一款的影响力。拄啊，一开始我有讲。连这个教胎兄弟姊妹，伊拢会有影响力，他都会有影响力。那个影响力会把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带出去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都要信瓜对的欧罗的记的，哪服侍，哪甘甜。在教会这个信仰团体，真的是要经历到在人世间你其他的团体体会不到的，越服侍越甘甜。就是咧讲到这个，咱选出来中级要去经验的，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伫圣餐的中间来亲近主，伫听候准备的中间来就近主，伫服侍的中间来甲主面前来亲近你，回应伊讲的到我这里来，互咱的教会会当互兄弟姊妹来，拢领受上帝的恩典，经历上帝的同在。性命得到真理，温顺得到造就成全，显明听伫关系中间。所以上落尾咱拄啊所读的圣经，我们刚所读的希伯来书这一段，帮助我们在大环境挑战仍然很大的情况下，能够来读一半这拜华语预备来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会要得怜悯。蒙恩惠，做及时的帮助。这是咱今仔日听到主耶稣讲，就近我，到我这里来。所以信息350首，伊安尼讲，咱
踮咧圣餐中间就阮主，伫咧听候的中间就阮主，伫咧服侍中间来就阮主，因为主伊施大恩惠伫咱的中间，咱来念圣诗350首。救主施大恩，互我来亲近。我心因我静静意，情愿只是信心变化，救主感恩，来影亮我心内，影亮我心内，救主你出声，叫我上甲听。我心有阮真真烦恼，甘愿付出就会消磨，救主因我过，以后别烦恼。第50声起立，念第50。救主甲我看，因跟我关怀，我的欢喜安慰，我爱你无少，救主当家己，因我无少你，因我无少你，阿门。万观音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极大的恩典施落伫阮的中间。我们恳求主，在这个时刻，当我们要到你面前的时候，要领受圣餐的时候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借着所领受的圣餐，灵魂体都能够得到长进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就像主耶稣基督，你为我们牺牲了你自己在天上荣耀的宝座，成为人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让世界能够经历，让人类能够经历你所赏赐，在真理里面得自由，人与人之间和睦公义。求主也帮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，以便于进入你极大的恩典中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这个时阵，咱要领受圣餐，甲主三甲坐倒，请服侍的长老三甲斗阵。每一次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领受圣餐，欢迎所有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，无论你在哪个教会领受洗礼，我们都能够在主面前来领受。特别，咱欢迎所有已经洗礼的兄弟姊妹，咱会当领受这个圣餐。每一次我们聚集，都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典范。当他被卖的那一夜，与门徒聚集的时候，他有拿起饼来拨开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打破了。你们当如此行来纪念我。”用饭之后，他又举杯说：“这个杯是新约，以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每一次你们领受的时候，当如此行来纪念我。”我们学习那样一个模式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照你的命令来摆设这个饼跟这个杯，因为你为我们立下了重要救恩的典范。我们求主圣灵
你保守，来将这个饼跟这个杯分别为圣。当我们领受的时候，能够进入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，再一次到主面前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、怜悯，做我们生命每个时刻及时的帮助。我们求主圣灵，你也帮我们弟兄姐妹预备好自己。当我们在领受这个饼跟这个杯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、软弱，许多的罪得罪了你。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，你的救恩，可以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献上我们的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因为特别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的饼跟杯有特别预备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所舍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来纪念我。”每一块饼拢有一个塑胶盒啊，所以当你摕到饼的时阵，你会当先把迄个外口的盒啊甲掰开，吼，你准备饼摕好，咱等下再做阵用。每一块饼都是有特别包装，所以你拿到饼的时候，你可以先把外面的套子把它剥开，在祷告中我们来预备。每一个饼都有一个套子，所以你拿到饼以后，你可以先剥开外面的套子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来领受。吃这饼，吃这饼，啉这杯。求君我的永袂孤遥我，吃这饼，啉这杯，辛苦我的永袂水干。吃这饼，吃这饼，啉这杯，求君我的永袂孤遥我。吃这饼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接近我的永远不渴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永远不会弃绝他。”主耶稣说：“我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。”每一摆。咱要领受这个饼，甲这个杯，要领受主耶稣的活命。吃这饼，吃这饼，啉这杯，求君我的永袂孤遥我。吃这饼，啉这杯，辛苦我的永袂水干。吃这饼，啉这杯，求君我的永袂孤遥我。吃这饼，啉这杯，辛苦我的永袂了我。吃这饼，啉这杯。求君我的永袂遥我，吃这饼，啉这杯，辛
辛苦我的因为嘴焦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就阮我的因为孤遥无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辛苦我的因为吃这饼，饮这杯，我的因为不要我，吃这饼，饮这，辛苦我的因为是他。请我们打开外面的套子，我们的心里面想着主耶稣抱着你亲近，为你按手，生命的连结，然后他真的祝福在我们中间。咱拢无讲话，你口罩摕起来，咱同齐来领受。用完餐，主耶稣还举杯说：“这是新约以我的血所设立的，这是新约，因我会所设立的。”我们的杯有把它弄得比较松，所以你拿的时候只要拿自己一杯。长老们在预备的时候都有很小心，所以你拿的时候不会碰到旁边。我们就预备自己一杯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领受。主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到我这里来。”我要让你们得到安息。到我这里来是主耶稣的邀请，就近我是主耶稣的邀请。咱们这个人世间你有太多代志无用啊，真正是无用，代志做不了，但背不了。在这个世间真的是忙，太多的重担，自己挑不起，太多的难处，你根本没办法自己来克服。但是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路苦担重担的到我这来，我要让恁得到平安，得到安息，得到快乐。每一次领受圣餐，让我们再次到主面前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就近我的因为孤遥我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辛苦我的因为水干，吃这饼，饮这杯。就近我的因为孤遥我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辛苦我的因为水干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就近我的因为孤遥我。吃这饼，饮这杯，辛苦我的因为水干。
这杯，就管我的因袂过要我，吃这饼，饮这杯，辛苦我。主耶稣说：“凡饥渴的人，必要得着饱足。你若嘴大的人，的确要得着饱。因为耶稣基督，伊是活命的水泉。主耶稣的性命，要互咱伫这个真大挑战的时代，心灵腰果打锁，有时候会觉得心里面饥渴，甚至好像在沙漠里面一样。但是主耶稣是生命的泉源，他要让我们的生命得着饱足，吃这饼，饮这杯。吃这饼，饮这杯。这个杯是新约，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，这是新约的杯，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。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。每一次你们领这个杯、领这个饼，都要表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直到他再来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全能的主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用每一次领受圣餐与主耶稣同桌，这都是一个极奇妙的恩典。我们恳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特别圣灵啊，你来到我们的中间，进入每一位领圣餐的弟兄姐妹的心里。我们在领圣餐中间来亲近主，我们也愿意在等候中间来亲近主，我们也更愿意在服侍中间来到主面前亲近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极其奥秘。愿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立志忠心回应主的爱，成为你忠诚的门徒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所服侍的场合，在我们的社区，在主的教会里面，有美好的见证，让人看了也羡慕，想要来到主面前领受这个福音。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咱圣餐到这个所在。请咱备本心来奉献，奉献的时，请咱吟奉献的诗歌。信心的
请起立。请坐。所接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希伯来书第4章16节，我读一摆，咱所接来读2摆。希伯来书4章16节，所以咱着好胆就群恩典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，做及时的帮助。来读2解。希伯来书4章16节，所以咱着好胆就群恩典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，做及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第4章16节，所以咱着好胆就群恩典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，做及时的帮助。愿上帝话刻掉咱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做咱的帮助。所接，咱今仔日有第一摆来参加敬拜的朋友无？若有，请你起立，我来甲你欢迎。哦，若无，咱三个来关心教会事工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咱做伙来关心教会事工。今仔日的礼拜献金会成做总会急难救助的奉献。后礼拜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任鲁马夫牧师前来本会讲道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以下是每年各团契会长新选人的名单。109学年度第2学期奖学金申请到10月10号。后半年学道班伫10月24号开课，且要洗礼也是上课的兄弟往办公室报名，12月19号举行圣礼典。10月29号到10月31号是培灵会，邀请赖鸿转牧师前来本会培灵讲道。台湾圣经公会年底会出版现代台语译本和罗版圣经，请有要买的兄弟前往教育馆1楼也是办公室登记。10月31号进前有早鸟价。10月4号上年团契举行话题会，以下是聚会的内容，欢迎大家来聚会。10月10号下晡1点，爱家团契邀请陆芬美教授分享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请继续为身体欠满的兄弟姊妹祈祷，愿上帝安慰甲医治。感谢上帝，让咱当今仔日3甲报丁来主会。除了刚刚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报告以外，另外有一件事情要特别大家关心。咱各位记得咱有一个姊妹，以前也常在因公室同工一起来服侍，艺文邱艺文哈，艺文的妈妈。叫做张雪珍、张雪珍，昨暗时安享，享年88岁。伫过去这几年有几摆机会甲3甲联络，真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同学，彰化路中，他是读彰化女中的哦，88岁。那你看他70年前70几年前是读彰化女中，他有一个同学叫做高李丽珍。就是高俊明牧师的师母，所以高牧师你一年拢敲几摆电话，甲我讲高牧师你就爱去关心探访我这个同学。昨天傍晚的时候，伊安享伫主的怀抱88岁，
所以这2天咱会含义文3甲斗阵，也查某囝义文捌伫咱教会中间3甲服侍，咱囥咧祈祷的中间。除了遮咱嘛有真侪兄弟姊妹尤其是这段时间在打疫苗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平安的心，然后也领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这项真重要。上尾一项在咱等下来祷的时候，就是今仔日礼拜线。会员和会对长老教会来说有一个很重要回应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你会记无？拄仔咱读的《使徒行传》在讲初代教会3甲斗阵4项代志。第一项就是领受使徒的教示，领受使徒的教导。领受使徒的教导是读圣经。第2项就是团契生活，彼此有小组有团契。第3项叫做像咱今仔日备饼、拨饼、圣餐，但是呢？开始的时候，拨饼不是像我们吃这么一小块饼，是叫做爱餐，咱古早嘛爱餐，这个是跟圣餐结合在一起的。第4个是祷告，所以第3个爱餐有真重要，兄弟姊妹交陪。今仔日咱开完互会是一个好的机会，我们要请大家等下祝祷结束以后，你照我们的牧区会有执事拿个牌子。第1区的兄弟姊妹踮伫教育馆，第2区的会伫这个所在就是立正老师遮坐遮楼顶楼骹，第3区的会伫圣歌队遮第4区就伫我正面这边，第5区我头前遮我副堂伊的楼顶楼骹，你会当来熟悉一下长老，认识一下长老，认识一下执事。不管你是不是你今天到的，希望你就能够留个3-5分钟。至少知道说我是第2区的有这些朋友，有弟兄姐妹，有长老执事，在那个时候执事会发一个手提包给我们，这是今年我们教育馆献堂有爱主的弟兄姐妹特别奉献，所以有一个类似 LV 那种手提包我已经出去开会的时候已经试提过了所以男女都适合用。那因为数量有限，以我们今天来参加的人为主。今天礼拜结束了，咱就无个播放了。夫妻原则上拿一个，像我跟师母，我们就我甲牧师娘，阮就摕一个安尼。囡仔大汉啦，18岁、20岁、20外岁青年人，因要爱，因就是独立的个体，这技术的法路就希望咱等下当分区，同样紧的就是回应初代教会、回应初代教会的时候。彼此的团契，一起分享拨饼，至少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，知道跟我一起领受圣餐的弟兄姐妹有谁，大家打个招呼。那不是会员，如果不是士林教会会员的那个提包礼物拿了，我们就可以先回去。会员请咱老爹咱的区域，安尼第1区伫教育馆，第2区这边，第3、第4、第5，等下表捉到了，迄个地图会出来。所以这时除了教会这的事工以外，咱嘛将咱家己个人，无论是家庭、身体、工作事业，或是我们的学业，仰望交托在主面前，请我们起立，我们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口，一起祷告。现在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今仔日会当伫你面前放心敬拜，主啊，恳求你互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是在你圣餐的中间，有甲主你相拄。恳求主你帮助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个听候的中间，虽然毋知要做啥，但是会当甲主你相拄，就近主。恳求你帮助，互兄弟姊妹伫服侍的中间，就近主，哪服侍哪感恩。愿在因这是你极大的天，愿你赐福看顾阮的中间，搁一摆，互阮会当深深来迎起主你的光记了天。全能的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愿意听我们的祷告。求主你在特别这个时刻再次帮助，让我们能够坚定仰望，领受你的恩惠、你的怜悯，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。不只帮助自己，而且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原谅、赦免人的人。不只让我们自己得到力量，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帮助、扶持别人的人。不只让我们自己能够谦卑，也能够成为一个
尊重、看重别人的人。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蒙主悦纳。阮特别要恳求你赐福看顾，当每一摆阮应主你开嘴的时阵，请阮主到主面前，阮知你听阮的祈祷，你的听甲你的怜悯，拢无离开阮。安尼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三角的吟上言圣诗398首，吟诗说，请牧师祝祷。天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相通、扶持、安慰、医治，甲恁大家三合之地，对即时直到主国来，阿门。弟兄们，请坐。咱今早起的敬拜到这结束，请灭祷闭会。愿主赐福保护咱，愿主的慈悲怜悯常常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真实的平安。我们要看下一页，咱看到这个图，你小可会当看出来吼。来不管你免烦恼讲我今仔日拄好来，还是讲我回接是毋是伫遮，咱拢欢迎兄弟姊妹。所以咱若是属于你若毋知你倒一区吼，你就问穿红背心的吼。红龙啦、真正长老啦，你看迄个牌啊，你就知想讲红龙这边是举了2区，你叫安尼好不好？请信华队员咱也赶快拢会当起立。咱去到那，我们去到那区，我们会先看到穿红背心的，就是长老执事，你跟他打个招呼，该帕姐酒后，让他知道你来了，然后执事会发一个提包，发个提包，你。这个跟圣餐很有关系，圣餐不是干咱甲主耶稣的关系，也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哈。所以第一区都可以告有关。如果你不知道你哪一区，你只要问红背心的同工，好，你若唔知道多少区，你就问穿红背心的长职，我住伫倒位，我算多少区，哈，你。咱忙，咱对咱迄个区落去说，我现在正在讲台是白色，所以在副堂1这个地方哈，所以那安尼吼，咱看咱
应该属伫倒一区，啊，你若毋知，无要紧，你坐伫迄区嘛是会用的。咱要紧的，就是有即个手提包吼，咱会当领一个吼，翁仔某夫妻翁仔某原则上咱就摕一个吼，因为你可能老太太有摕先生，咱有一个人领安尼就好吼，安尼咱迄个数量才会够。咱照即个区安尼来坐，吼，照即个区，啊，咱原则上迄个坐好啊，即书都摕互咱